最后一个，在阅读题型上面，我们一样提供了练习范例的题组。在这里，考生们会看到题目，但是应该是听不到声音。首先，第一题，数字某些呢个多，我加个同佢，咱唔可以見出血。第二，俺不要嘅犯罪學得有誤，係冇我存改到。第三題，一天內提示和抽槍來耶。首先，我們看到第一題，它的意思就是說，手指不小心被刀子割到了，那要快點將它怎麼樣，才不會一直流血。我們來看選項一 ，M 是蓋着的意思，掩蓋。第二 ，Game 也是蓋着的意思。第三個 ，Ngan 是壓着的意思。第四個 ，Let 是抱着的意思。所以我們看手指被刀子割到之後，要趕快壓着它，才不會一直流血。所以我想答案選3會比較適合。第二題，俺不要嘅飯菜學得有誤，係冇會存歸度。那他的意思就是說，今晚的飯菜呢，還好有你怎麼樣？要不然的話會剩下非常多。我們來看選項裡面第一個拜託，它就是拜託的意思。第二個招待就是招待的意思。第三個添食就幫忙吃，一起吃的意思。第四個猛食就是我們常講的加減吃，要吃不吃的意思。好，我們來看選項這邊跟題意，我想選擇第三個幫忙吃會比較符合題意，所以參考答案是3。第三題，一天內提示和手槍來耶。你看我們這個題目的意思呢，是說地面上到處都是垃圾，應該把它好好的來掃乾淨了。我們來看選項一，堵黑都是的意思。第二個，壓黑或是的意思。第三個，髒黑囊黑才是的意思。第四個，假黑也是的意思。那我們看選項裡面參考答案選一，都是垃圾，地面上都是垃圾，這樣比較符合題意，所以我們的參考答案就會變成是第一個選項，堵黑。那我們在這裡同樣提供了一些綜合練習的範例。第一題，有得同嘅，拿貴去，我再買個如何為？第二題，阿咪從細都冇野愛，係隔壁嘅叔婆，太嘅。第三題，阿姨嘅心球態度是錯不日要解嘅順呢？第四題，同掉來嘅係哪索嘅來說？在這4題裡面，請大家來思考一下，怎麼樣把選項的答案填回去空格裡面，讓題目完整，讓它的文意完整。我們來看第一題，它是說這些糖果你怎麼樣拿回去，我再買過就好了。好，所以大家思考一下，它的選項應該是哪一個？第二題，阿美從小就沒有父母親就不在了，是隔壁的叔婆怎麼樣養大的或者帶大的？那我們來看一下選項裡面的4個選項，有哪一個比較符合題意？第三題，它的題目意思是說，阿姨的媳婦又大肚子了，那昨天呢又怎麼樣多加了一個孫子？那這裡面選項有哪一個是符合我們題目的意思呢？好，請大家一樣來思考一下，再來做出選擇。第4題是它的題目的意思是說，湯端來了，那要怎麼樣拿勺子
怎样来吃呢？请大家来看一下选项的内容，有哪一个比较符合拿勺子来盛汤，或者来装汤来喝，有哪个字是比较符合的？以上4个题目，请大家思考之后自行练习，选出最好的答案。